拿沙玩得太过瘾，该走啦，冲天！一路飞向美西沙灘，到啦，日落正好。想知喺越南點樣用1日時間體驗冰火兩重天啊？聽南哥講，直接嚟峴港啦！朝早8點，我哋坐上全世界最長嘅纜車，直衝巴拿山，穿過雲層，氣溫即刻跌到得20度。前一秒仲係東南亞，下一秒就變咗中世紀嘅法國，隨手一影都係復古大片，連空氣都充滿咗浪漫氣息。着住件外套喺佛手柑橋度，呢種喺雲端上面嘅貴氣真係太靜啦！下晝2點返到海平面，即刻轉返熱帶盛夏模式。美溪沙灘仲係全球6大最靚海灘之一，住入頂級嘅海邊度假村，享受私人泳池同無敵海景。赤腳踩住好似麵粉咁嘅白沙，飲返個冰凍椰青睇海浪。上晝好似喺歐洲避暑，下晝好似喺馬爾代夫瞓喺度。呢個先至係峴港高端遊嘅正確打開方式。想定製呢啲咁極致嘅行程，快啲關注我，帶你睇唔一樣嘅越南啦！